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来到乌车参加乌车渔港滨海艺术广场改善工程的动土典礼。伊讲到韩国瑜伊的夫人李嘉芬提出注册贷款若无行，叫政府出的议题。伊讲99%的学生囡仔拢已经还钱，安尼对大多数还钱的学生无公平。咱做伙来听伊详细的讲法。没有还款的不到1%。其他99.9%的青年学子，大家都在这么优待的期限，大家都努力还款，也是一种好的教育。所谓借钱不用还，这是不好的教育。我们可以尽量帮忙，但是作为政府或者是作为一个想要竞选公职的人，哪怕是他的太太替他讲话，都不应该倡导一种所谓就不用还，然后政府吞了吧。这不但是呆账，而且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教育，同时对其他人不公平，对99.9%努力有还款的年轻人也不公平，也不应该。